咱看第二个部呢安讲，讲西北风直直落，白灵丝来赶路，寒山岭过溪湖，吹无收挂一朵，日头暗怎样好？土地公土地婆，过好心来照路，西北风直直落。哦，应该是来带路的款，哦，因为土地公土地婆不晓照路，啊，应该来，啊，火金姑是照路，土地公咧是甲你带路，啊，啊，这拢是咱台湾农村，哦，其实咱嘉义，我的故乡是南投竹山鹿谷，啊，所以我差不多拢是安尼，啊，我囡仔时代，啊，我所看到的自然，我出门所看到的，其实都是像安尼，啊，啊像这款的歌。哦，应该值得咱大家哦，若有机会，就互咱家己的孙仔去听；有机会，就教咱家己的囝，家己的囡仔会当去听。哦，我欢迎得着。我来要介绍就是讲，我是写台语诗，拄啊科长有讲伊想袂到我来写台语诗，我算算，我写台语诗是差不多。74年，1974到当2008年，算甲偌久啦？43，哦，你的数学有够赞，这头脑是金光，金的啦，会当安夹一个就水出来，金头脑，金头脑。73年前，我才20岁，迄阵我咧读大学，伫台北的文化学院。那大学内底算迄个年代挂车吊车尾的学校，我迄阵才开始写诗。我咧写诗就是想着啥？想着讲，我学诗啊，拢是用中文咧学。我13岁啊，背迄个《离骚》，屈原、屈原，用台语讲就是屈原啦。但是你若是台湾讲，我学屈原啦，大家拢毋知，像是屈原。13岁开始背，高中来背《诗经》，拢中国的，有若学一寡台湾的现代诗，大概嘛是拢用中文啦，因为无看到台语。20岁时，我家己想讲，我要写诗，我应该有我家己的特色，我有我家己的气口，我会写出我家己的声音。啥是我的气口？啥是我的声音？喙齿内底讲的话，所以。迄个时候我想讲我用台语来写看觅，但是各位想看觅，43年前的台湾，戒严年代、威权的年代、国语运动的年代，我国校的时阵有人爱共挂牌啊。你若讲台湾话，也是讲客语嘛同款啦，客语嘛是台湾话，不要说方言的意思，方言都有人甲你挂牌啊，对吧？庄脚像阮的学校。伫山顶、山头、山尾溜，发两角银就足苦拍。两角银的用买啥？买清兵，就是鸡仔兵；五角银的用买红豆兵。迄个年代，所以有当时若无钱就甲挂牌啊，挂高牌。高牌面顶写啥？我要说国语，这算好诶。较歹是啥？我是猪八戒。但是侮辱你，讲你若讲台语啦，你就是猪八戒。所以，用想讲43年进前威权的年代，咱的语言是政府打压的。伫迄个年代，讲家己的话是一款啥？真见笑代，还是讲无水准的代志？我做20岁，我想讲，迄奇怪咧，用中文写，叫做好诗。用美国话写就是英语，是世界第一等的诗。是安怎用台语写都毋是诗，而且不准用台语来写。我有一寡不服的。我想讲，既然若是语言，拢是人讲的话，是安怎用日本话写诗会使？用中国话写诗会使？用美国话写诗会使？用台湾话袂用写诗？所以我因为安尼。我想讲，我来写看觅，所以我就开始写。我开始要写的时阵呢，毋知要安怎写才好咧。第一个，无字典，
含今仔日无共。今仔台湾你要找到字典足简单，伫迄个年代我要找到本仔字典都无可能。政策都打压啊，哪有可能有台语字典互你？所以爱家己去顶，要咱顶咧，无法度啊！我著爱找啥？比如讲中国的古册像《论语》像《建国册》《书记》《史记》，即内底拢有啦。我举一个例，咱台湾人讲跑步的跑，你要安怎讲？做啊，你连讲走对吧？咱讲行路是用行嘛，但是用华语来讲，走变成行就是讲，伫台语叫做走的时阵，伫国语叫做跑；伫台语叫做行的时阵，伫国语叫做行走。但是原来的话是对倒位来？建国册、战国策，讲军队啊，互相相拍，战争输的人安怎走之？走啊，就是用这个走，用走就是台语的像战连贯。所以我迄阵是讲遮拢是拢看出台语有一个传统伫遐。以汉字的内底，伊算讲较老的语言，所以我就去并接无够啦，所以爱搁找啥咧？我想到流行歌，台湾的流行歌，嘛会当参考。毕竟因为我受的教育，18岁进前拢是真标准的国民党式的中国式的教育，中文的教育。真正要去写台语的时阵，发现讲字也无够。第二个去找歌，即个流行歌。后来咧，佫想，我细汉的时阵，整理啊，比如讲过年过节，也是讲公厝，阮遐是用公厝咧做大戏啊，歌戏团会来，布袋戏团会来，我拢对咧去看去听，歌戏内底一寡话。一寡语言，那就会当摕来运用。布袋戏嘛共款，布袋戏我就是摕来用看咧。所以安尼有3种啊。后来我读到大学了后诶，伫台北的古册单编着啥7字啊，画册拢是7字是内底也有扮三五娘啦、周行过台湾啦，即类的全部是用。普罗话台语咧写，嘛有客语的哦。早期的歌册内底有哪有用广东话，都是客语，咱台湾的客语咧写。所以用安尼的方式啊，家己去起造家己的写字家己的文字系统。我会记得迄阵因为只有安尼嘛，所以我只好用上简单的方式来写。我先假设有一个家庭。我来写这个家庭，所以我第一首诗，你又会出来先写啥？阿公，先写阿公。我第一首是写阿公的薰吹。阿公写了是讲阿嬷就用写对吧？所以第二首写阿嬷的目屎，阿嬷流目屎。第三首咧，就是写阿爹的肚包。等下会讲到这首。第4首，阮等下会讲到。对啊，阿公阿嬷老爸拢写着啊，对，第4首就写老母，叫做啥？阿母的头毛阿母的头毛，安尼写4首出来，写好真欢喜哦，对，感谢你拢知对，伊已经讲出来，等下会佫讲着。写完真欢喜问题来要倒位发表？我迄阵写诗拢经报纸咧发表。报纸有啥物好处？对一个大学生来讲，我说大学3年嘛，你若伫报纸发表一首诗，都有稿费，有收入，会当食饭，会当买册，但是这台语咧，这4首找无所在通发表。
因为报纸无可能甲你砍。拄我有讲，国语政策哪有可能砍？伊咱今仔2018年啊，你看咱台湾的报纸，有看到台湾文无？有看到客语写的客文无？无啊。有看到阮自己的文无？无啊。2018年啊呢，无控是我迄个时阵43年前。后来无法度啊，我想讲啊，那亲像有迄款无股费的时刊杂志，啊，而且是较徛伫台湾人的立场办的，一间叫做《雷亚时刊》律师刊，哦，伊无股费的，哦，伊就是讲一寡台湾诗人家己出钱办的时刊，所以袂有股费。另外一本叫做《台湾文艺》，是台湾作家合起来办的一本杂志，我就寄看卖。啊，我先叫雷亚时刊，卡萨雷亚就是咱头顶大个挂的龟雷亚，想袂到，这个主编，迄个时阵的主编叫做赵天仪，赵天仪，啊，伊看到了后咧，写一首这个明信片，写话真简单啊，讲你寄来的诗，因为伊也毋知我是啥人啊，你寄来的诗台语写的。阮已经准备要刊登4月迄期会刊出来。哦，我接到这个明信片，欢喜甲，对，迄个困袂去，明明都无股费啊，哪会较欢喜啊？因为当你用一个大家无流行的语言，而且互认为有问题的语言咧写作的时阵，唯一心，加想讲，若有为好发表就好。有人看会到就好，所以即款感觉，比如说我才20岁，所以第一首阿公的风吹写啥来讲？阿公看阿公的风吹，感觉阿公的风吹安怎是真定的乖啊啦，伫清气的路街仔路啦安怎？写后来写阿嬷的目屎，是写讲细汉的时阵啊，阿嬷我看到阿嬷上爱流目屎，艰苦嘛流，欢喜嘛，看到细汉的我跋倒伊嘛，到后来咧，发现讲无看到阿嬷，无搁看到阿嬷流目屎，真奇怪。最后迄段讲，等到大汉去陪墓，才搁看到阿嬷的目屎挂伫墓牌面顶，挂墓牌，写对阿嬷的孝念。第二红包咧，写啥？写一个老爸。逐工透早就出门，出去溪埔替人搬沙石。这个囡仔，伊厝里的囡仔，就感觉足奇怪咧。讲老爸咧透早就爱出门，伊的饭包饭包是我迄个年代讲的，即摆叫做便当啦。以前是安尼叫饭包，是安尼叫饭包。因为较早，对，较早毋管你用铁牙是安怎。拢用布包起来，所以叫做饭包是阿伯饭包。这个囡仔感觉好奇，所以有一天透早，就偷走入去灶骹就是厨房的迄个灶以前拢有灶啦灶骹。老母已经将这个便当饭包准备好款好，这囡仔掀开。因为看伊了后是啥呢？无半粒卵，无卵啦。囡仔是想讲爹饭包一定足好的啊！因为伊爱做食头路，爱做工课，爱去用搬沙石结果开看，无半粒卵，3条菜脯咸鸡汆餐饭，这是做结束。这首后来简上仁先生伫报纸面顶。在介绍我的时阵，有讲到这首诗，毋是看出来有人讲到这首诗，伊感动，伊就写批互报社，请报社转批互我。我迄个时阵做啥？我咧做兵，可能是家己大拿，若无就是高雄的小港。我迄个时阵遮拢来过啦遮大拿是我做我的这个用讲是新兵训练的所在我接到简上仁的批，嘛足感动的。拄大学毕业，在做兵，我的诗
而且是台语诗有一个作曲家，迄阵啊，简上仁是民歌手、民歌手，啊有一个民歌手写批讲希望我当伊，互伊会当摕去做歌，我当然嘛欢喜个，啊无问题无问题，啊从啊咧简上仁就用即首阿爹的同胞，毋过咧简上仁伊想讲台湾人真少人讲阿爹啊，所以伊就甲改做阿爸的便当。阿爸的便当，啊，有人写叫阿爸的饭包，啊，有人写叫便当，反正改来改去，拢共款的手就对。啊，我会记哩开始是安尼讲，每一日早起时，天色也未光，阮阿爸就起床，安尼，我会记哩是安尼。阿爹的饭包了后，第二个。就是讲，过了差不多那40年啊，差不多2年前，有一个石青如啊，伊想讲啊，伊要将我的台语诗啊全部拢甲谱出去，合唱起，啊，所以阿爹的饭包有伊的一个版本啊，我今仔应该有查来，咱来看一下，啊，是这个版本啊。这个版本呢，因为简上仁的版本大家较常听到，啊，所以我今仔是讲，互大家咱来听这个啊，石青如用合唱的方式唱出啊40多年前我写的这个阿爹的同胞的感觉，啊，1979嘛是啦，迄阵啊，台湾人有真侪咱的家己的子弟，因为成绩好啦，读册读到呆呆，来呆呆就要出国啊。来台大去就去美国了啊！去到美国了后咧，啊，这人有真济开始关心台湾的民主，所以咧，啊，后来拢变成做乌名单，大家捌听过乌名单这3字，就是讲因的思想、因的看法，甲迄个时阵执政的国民党无共款。要求台湾要有政党，要求台湾的军队要国家化，要求台湾要有民选。迄阵啊唔敢讲总统哦，迄阵啊嘛才敢讲啊，这个省议会啦、国会要改选，安尼尔无法度转来。萧太炎嘛是其中一个。我会记得1985年啊，我迄阵啊是处理案部，啊，我去甲杨清福台湾的工人作家，美丽岛事件拄啊放出来。阮两个同齐去美国待3个月，伫一张所内底，啊，拄着萧太炎，伊甲我讲向阳先生，哦，因为我无法度转去吼，啊，但是我有读过你一首诗，叫做《阿母的头毛》，我真感动，所以我无经过你的同意啊，已经甲谱做起来，啊，毋知即摆用口头甲你问看，哦。你甲想看我的反应啥？我一定好，哦，无问题，啊。后来我才知影，原来咧，萧太炎所做的这个曲《阿母的头毛》伫美国的，是对美国唱转来哦。迄阵台湾了，因为伊袂当转来嘛，所以这曲伫台湾嘛无可能有人唱。但是伫美国教会，啊，有当时啊，讲家己的老母过生日。啊，做生日的时阵呢，啊，大家就唱这条歌《阿母的头毛》，啊，来讲阿母的伟大。啊，有当时啊是老母过身，大家甲追思的时阵，嘛会当唱这条歌。所以伫美国的台湾人的社区内底，这首歌，伫我还未去以前就出名啊，我家己嘛毋知，啊，因为就是安尼嘛，迄个时阵，迄个时阵台湾的这乌名单会当唱啥？一平山迄条溪波，永远照着阮的梦。哦，当唱这个嘛，啊无就是想起了阿母啦，吼，这个歌。啊，所以这首歌有一寡取代啦，哦，互伊想讲啊，家己阿母会款伟大。哦，后来，阿母的头毛，哦，开始受到重视，咱来听看。下面这个叫啥名？啊？毋是，啊，伊毋是甘文秀，啊，伊是真出名的歌手，啊，
等下就看到伊名，徐景春。哦，咱来听话讲，萧泰然用合唱曲的方式，而且是真好的音乐唱出来阿母的头毛。我甲算一下，1985甲当33年，我写的时阵甲当40年，所以因为阿母的头毛，阿爹问我同齐写，同一年写的，同一年，拢伫台北的阳明山，迄阵20岁，即算算来讲，是见笑的，足见笑的20岁时阵已经写呢，60外岁时阵写袂出来。迄个真正的感觉，迄个囡仔的迄款感觉，哪像无去，所以这写诗有当时啊，就是安尼，爱有真纯、真真，纯真的迄款感情，对父母也好，对天地也好，对山河，对山对河，同款种意思。阿爹的饭包，后来我会记得我在写的时阵，都找无所在，也无稿费。所以当牵出来是足欢喜，因为我想袂到，差不多从我20岁阿爹的饭包甲担，因为我为着要推塞这代志，无所在发表所以我用什么方式啊？用读诗、朗诵、读诗的方式，我直接念，用台语念，去每一个大学，开每一个有可能的所在，我就读这个诗。读这个诗。你毋免捌现代诗，你嘛毋免捌字，你用耳孔听，你就会感动。所以我迄阵仔想，我就讲我要推塞即款，我感觉讲台语是一款高雅的语言，会当摕来写诗，会当摕来表现咱台湾的迄款感觉感情，这是迄个时阵的想法。40多年来，阿爹饭包差不多课本拢有啦。我甲算过国迄个中土教材有，后来国民学校有一寡版本，国中嘛有，高中嘛有国文的课本课文，国中也有，高中也有，大学嘛有，其实安尼用记啊，就是讲一个少年囡仔20岁时阵做一寡梦，即个梦呢后来果然有法度达成。其实伫今年也是旧年，袂记了啊。科长拄仔有讲到一个传艺类传统艺术类金曲奖、金曲奖，有颁发最佳作词奖，我的阿爹饭包得奖。我嘛感觉足奇怪，阿爹饭包明明我20岁的时阵写的，我得奖的时候我已经旧年就62岁。我是毋是20岁囡仔，就咧准备传62岁礼品，互迄个62岁老人，所以感觉我有感觉真欢喜啦，但是我感觉感慨。阿母的头毛嘛共款，阿母的头毛无摕一仙半银，包括互即个焦老师做客，我也无甲摕钱啊。简尚仁做客，我也无甲摕钱啊，拢毋捌摕到半角银的，但是。那有要紧的，
这个歌因为因遐尼好的作曲，互伊留40多年的生命，而且有了会阁继续去。这首歌是咱台湾足济合唱比赛指定的歌曲，所以真侪合唱团拢爱唱这首歌。啊，是，哦，降 B 啊，所好唱呀。你本来足爱唱的，我知啊，我拢唱袂出来。你无看我拢唔敢唱，我拢请伊来唱。啊，现在会变做指定的曲的，因为伊无好唱，才知影你的技术。啊 ，OK， 啊，这个哦，大家了解就讲，有当时啊吼，免想伤济，你认为应该做就做，可能无啥物好的报答，嘛莫想伤济，啊，你就会继续甲做咧，总是有一天有可能。哦，我唔知啦，我这鼓励，也是讲有可能大家拢安尼，最少伫我家己的看法内底，你感觉一件代志我应该做的时阵，唔免顾虑伤济，甲做，坚持。哦，你有可能食袂饱，巴肚安怎？啊，但是那我要紧的吼，即唔知安尼讲对啊唔对啦，别用害人哈。OK。阿爹的饭包，阿母的头毛，了后咧，我就是讲，啊，若有可能吼，台湾的流行歌手会当注意到咱台湾语迄款水，因为早期咱台湾歌吼，流行歌，毕竟有一寡所在无讲遐好，我就在遐迷茫咧，一直都要做梦，讲唔知有可能无？我还记得迄个年代上出名的是沈文成啦，啊，沈文成有2条真流行的歌，一个是啥？佚佗人的目屎对无？啊，佚佗人，啊，咧就去，啊，另外一首是啥？就心事啥人知？心事若无讲出来，有啥人会知？你看，安尼念者恁就拢会晓唱。所有的 KTV。迄阵啊，我较少年的时阵，也叫做卡拉 OK， 全部拢咧唱这条歌。迄个时阵是新闻亭上红的时阵，你是原住民啦，哦，啊，即摆拢咧做迄款第4台内底去爬山啦，去找所在哦，迄人真好。我咧梦想讲啊，若沈文成会当来做我的歌，毋知偌好。有一天，哦，农委会，哦，有一个。叫做事件会，好，咱若是真卡在个，拢知影有一个事件会。农委会就要求事件会讲爱写啥，写一寡歌吼，互咱的农村，咱农村的歌。事件会咧，就找，因为因有诶是教授，就来找我，讲拜托我写一首啊台语的，哦，啊看伊才去找人来谱曲，我就写一首，叫做我有一个梦，是毋是安尼？啊，我有一个梦。哦，我真欢喜哦！迄阵啊，农委会就讲找沈文成来作曲，而且互伊唱。我就啊，这声爆着！我以前写诗啊，拢无稿费。啊，即阵若沈文成唱，啊，若足好写的吼，我大概有一笔收入才对啦。哦，安尼是，哦，空做梦，叫做空做梦啊，是安尼空做梦咧。咱先听沈文成，这首歌做得足好哦。啊！但是我先甲你讲，连沈文成嘛无这条歌，全世界拢听袂到。是安怎？一说啊，这是农委会因为委托制作，所以官方咧就变做伊的财产啦。我拢袂当用，我嘛袂当用。哦，但是我用互伊去唱，咱甲听看下咧吼，真好听哦。啊，大家甲听者。花草含笑开。
听咧就听垃圾药啦，哦，所以也有看也有听。啊，无想讲啊，有一天，我写这台语诗会当用国语来唱，到底是要安怎唱？啊，唱出来是什么款的？是什么款的感觉的？啊，咱来听看杭美云唱的这首啊，应该是最写给春天，向伊吐新温。春天后补面，一时炎日一时云，凡是蝴蝶都会对花飞。凡是雁鸟都会找羞困，春天转转结不知，害阮心酸酸。想要写批予春天，替阮带音信。春天走去大山悬悬，海深深。若是桃花，伊就开满园；若是红云，伊就近黄昏。春天假意微微啊笑，笑阮人笨笨。想要写批予春天，请伊传亲情。春天甜滋滋，有时热来有时冷，也要东边出日头，也要西边出彩虹。春天归尾有怜悯，帮阮斗牵绳。这是我写的台语诗。啊，其实用念啊，甲唱嘛差不多啦。哦，念的嘛足水气的。咱来看歌语安怎唱咧？我会记得开头是安尼。想要写批予春天，我安尼唱有唱歌语哦。向伊吐新温。哦，咱来听伊个较实在。春天，向伊吐新温。春天后有味，一时炎日一时云。原是蝴蝶就会随风飞，传统的戏剧，伊想要改革，想要变做新的时阵，要较符合台湾的经营的时阵咧，有当时啊有伊的困难，所以时间会较慢。最少我看到杜美云有咧想讲，是毋是有一天咱的歌戏，迄个曲调有会当改，迄个词啦，用会较现代的。甚至用台湾的现代诗用台语诗用真好，我嘛望是安尼。好，各位捌听过用台语唱的《快乐颂》哦，其实《快乐颂》其实是一个宗教的圣乐哦，宗教圣乐啦。其实无适合啦，但是哦，要拄仔咧甲我交代啊，我就讲好，我做看卖。等我对走啊都转来，才完成。后来咧。真正哦，伫这个中正纪念堂的广场，哦，总共有3个交响乐团，省交哦，台湾省立交响乐团、北市交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啊，甲那像要一个叫做什么我袂记哩啊，哈。另外10个合唱团，找1000个人来唱，哦，所以是1000人唱这个歌。搁找一个外国的指挥家，啊，那叫做瓦莎莎吼，我拢甲念做瓦莎比。啊，伊来吼，指挥一暝，安尼手安尼举一暝100万倍。啊，无法度，人是大，人有名，哦，有名，啊，搁1000人，3个交响乐团拢伊咧指挥，哦，就头前即个徛伫遐都有啊，即远远看拢看着。好，咱来看，
我这首加一暝吼，会当爽快一暝，而且加唱一暝的歌。啊，我念互大家听。啊，你若会晓唱的人，即摆拢徛起来。有人唱声乐的无？啊，用起来唱。啊，心情轻松，乐衷欢喜，迎接咱的新时代。你我牵手伫遮做伙，大家拢嘛笑开开。400年来，你我祖先伫这个所在来徛起，无论先到也是后来，拢是姊妹甲兄弟。啊，一面想啊，这种行机场的真一面想一面想啊。心情轻松，乐衷欢喜，迎接咱的新时代。你我牵手伫遮做伙，大家拢嘛笑开开。来行去，无论身高也是后来，拢是姊妹甲兄弟。花香水滴，四季如春，大海广阔山江。老日家亲美丽田园，认真打拼好坚定，社会好歹国家安定，街头巷尾烧酒问，也有行通也有感恩，咱的人生大光明。感谢，唱得足好。按细字爱较大字，你歌词袂歹，歌词足正确的啦。就是讲吼，男女爱相骂啦，大家拢爱领兄弟啦，啊莫有怨啦，大家拢用爱啦。哎，真无彩啊，一暝无去啊吼。后来我问这个交响乐团讲，啊是安怎歹出 CD 啊 DVD 哈？伊甲我讲无法度，是安怎？因为著作权，遐侪人1000个人，对吧？啊内底也有唱的，也有指挥，啊指挥是一个人迄100万就解决啦。啊有啥乐团，对吧？我讲啊你上少嘛，留一边啊，互我做纪念。啊果然就寄一片我。但是特别交代哦，袂用你公开，你家己听就好。所以我才逐个拢爱家己唱，啊无就唱拄啊安尼吼，有即位美丽的小姐来唱，对吧？爱唱来真好。其实即个歌内底有一款感觉，各位若有兴趣，拢甲抄起来。但是确实拢无，即去倒位拢找袂到啊。刚伫我的那啥册房内底有啊。第二段我做一个介绍，因为第二段的台语啊，词较无遐接用。第一段就简单的啦，看就捌。第二段是花香水甜，花香水甜，四季如春，大海空阔山，遮林老爷家凄美丽田园。认真打拼好坚定，所以头前用咧花香水甜，四季如春。基本上我咧写只台语的时候，心内咧想，我就是讲啊，这是一个真水的语言，我袂用甲糟蹋，我会想尽我的办法，这个语言会用搁较水。有的是咱日常生活可能无咧用，还是讲过去捌用，后来拢无咧用，我应该甲救回来。有的是我去学习的，我对迄个日常咱常人的生活内底去找、去听，摕一摆我的作品内底，互伊变成做雅言、高雅的语言。OK， 你今仔听到这都有价值啦吼。其实你今仔听吼，可能你一生拢毋捌听过，对无？因为这是无流行的歌嘛，这是我家己感觉足重要，但是对咱的社会来讲是。无重要，所以大家拢毋捌听过。但安尼其实嘛有价值。你伫你的人生的一天下晡，你听到可能台湾99.9999的人拢毋捌听过的歌。OK， 好。伫台湾其实也有真侪人伫差不多20年来注意着台语。有一个叫做中华民国声乐家协会，中华民国声乐家协会，伊是咱台湾真侪教授，音乐系教授。过去咧，因咧唱合唱，大概拢是西洋的歌。后来想讲，咱家己教咱家己音乐的学生，咱想无爱写，无爱用咱家己台湾的作家、
诗人写的诗来教。咱唱的歌合唱嘛好，作曲嘛好，谁人不爱用家己的诗人？所以因就开始设这个活动，叫做我们的诗人，我们的歌，咱的诗人，咱的歌。啊，伫2008年的时阵呢，邀请啥？毋是讲我尔吼，啊，有李文斌啊，邀请这个应该有鹿晗秀、陈黎啊，这种台湾的诗人，阮摕阮的歌、阮的诗出来，由这个音乐系教授作曲，啊，再个互这个中华民国声乐家的声乐家来唱，有6千首中诗。中间我的诗内底就有几啊首啦，游行歌、世界见证落来的时，你的另外还有这上济是世界见证落来的时，咱等下会听到世界见证落来的时。我咧想讲，音乐系哪会当安尼？咱的文学系会用鼓励咱的囡仔，用我这个年岁来看，我20岁写的，应该是40年前的物件。所以40年后，今仔日应该有新的20岁，新的20岁囡仔来写新的台湾话，新的客家语，新的原住民的话。华语是安免？免啊，因为伊市场足大的嘛，对无？逐工拢会听，你开过较侪钱嘛去听。演唱会一张5000、1万、2万，对无？拢嘛咧听对无？总10万人去听，但是台语。客语无遐侪人，所以咱需要讲遮个物件伫每一个无共款的大学内底有人来唱。台湾的音乐系即摆拢有即个觉悟啦吼，而且有咧拍拼，有咧奋斗吼。好莱坞啊，一定看到好莱坞迄款歌剧还是讲音乐剧，有诚侪有咧演做电影，但是台湾有家己音乐剧无？这是最近有后咧演哦，叫做《渭水春风》差不多前阵仔才拄啊演过尔即摆哪像还无演？这是2010年的时阵，有一个音乐时代的公司的名叫做音乐时代，演啥张渭水的故事张渭水的故事，伊的名叫做《渭水春风》啦，华语叫做《渭水春风》。渭水春风演啥呢？演张渭水1920年代台湾社会运动的领导者的故事。伊反抗日本，希望提倡台湾的尊严，所以伊出来。但是日本政府人掠去关呀。迄个时阵有一个伊的，即摆咱叫做小三啊。毋是因某啦，有一个伊革命的同志，就是陈田，甲伊真好，拢真关心伊，甲伊照顾。这个渭水春风就是咧演这个故事。伫实际的生活内底，陈田张渭水日本时代就过身啊，后来陈田拢无过嫁娶，而且变成尼姑，到战后要是尼姑。即摆已经过身啦。这个故事内底演的迄款感觉咧，那需要歌词啊。所以渭水春风的这个制作者就来找我，讲伊咧读我的诗的时阵，读到世界见证落来的时，你感觉会当摕来做渭水春风的主题曲、主题曲，问我好无？我拄即款代志拢好啦。反正对我来讲权利啦，什么权利金啦，几角银啦，对我拢无重要啦。我的想法就是讲，台语若会当进入任何所在，拢爱有去。会当去徛去国家音乐厅、戏剧厅，都爱有去。所以我就讲好。后来呢，毋是讲一首尔后来佫叫我提供咧要有啥？秋风读袂出阮的相思，这2首咱等下拢会介绍。还有一首是《射日的祖先正伸手》，真特殊，因为事实上伊毋是台语写，是我用华语咧写啥？写雾社事件。雾社事件，1930年雾社发生雾社事件。
我写340纸的唐诗，长的诗，毋是迄唐诗，毋是唐诗，这真长的诗，内底最后因要死啊，要死啊，时讲的一寡话叫做咱的祖先已经伸手，特别迎接咱回去啊，咱像秋天的叶啊共款，落落就袂当搁转来啊，再会母社。即个用因即摆的话毋是用华语来唱，用赛德克的语言来唱。另外，搁写一首叫做《梦中行过》。梦中行过是蒋渭水咧过身的时阵，陈天池的边啊，两个人讲的最后的交代的话，这是安尼，所以真趣味咱来看渭水春风。对我来讲这拢真好啦。秋风读袂出阮的相诗，有得到金曲奖这得奖的呢，这个含阿爹同我共款有拿得奖，所以阮有领到钱。好，咱来看后壁，先来听世界点睛落来的诗，这就是世界点睛落来的诗。我想我若念互大家做参考。真短，这首诗真短，正面6纸，倒顶6纸，总共12纸。世界点睛落来的时，都是思念出声的时。窗仔外的风阵阵在吼，天顶一星闪闪的星。世界点睛落来的时，我伫醒过来的暗暝想起了你。我伫困袂去的暗暝想着你，想起咱牵手行过的小路，花金菇堤顶照过的残球，竹拿蒙雾甲山坡，要轻声细碎的溪水，世界点睛落来的时，这适合了12点的时阵，半暝12点来唱。秋天的风已毋捌字，扫落规山红叶冷叽叽。秋天的风敢有影是你？吹过山峦，吹过溪涧，都是吹啊吹，吹袂着阮的相思。阮的相思是红叶一片，对头到尾拢写着你的名字。秋天的风敢真正是你？害阮落地，互阮识字，都是读啊读袂出阮的相思。秋天的风敢真正是你？害阮落地，互阮识字，都是读啊读袂出阮的相思。袂歹第一届听着，对无？反正这人生就是有足侪代志，拢是第一届拄好讲着福尔摩沙。各位若有兴趣，会通去买这种应该算CD 啦，这是2016年2年前，伫国家音乐厅演出的一个土地的歌，就是史清如用我的诗，迄场全部拢我的诗，有主要是台语，有插2条华语，后来出这个唱片CD 的时阵呢。完全拢是台语，叫做土地的歌。福尔摩沙就将这个土地的歌摕去参加奖，后来得了几个奖啦。我其中作词我得着，专辑阮也得，专辑阮也是。这对我来讲，这是一款感谢，因为写诗有可能，就是讲诗集尔，诗集也无人看，这变做歌，有人咧唱，所以讲恁大家拢无听着。福尔摩沙合唱团当年嘛爱唱落去，伊个合唱团的比赛嘛是会唱落去，咧总是比写诗较有影响淡薄。好，今年嘛真特殊，今年伫台北港我个人的3场的音乐会，上早是5月初9的时阵，万声乐团、万声乐团，有一个李泽义、李铁的，是一个真重要的新的作曲家，伊
推一个节目，叫做《写予土地的歌诗》的音乐会。啊，阮两个啊，伫台顶对谈，谈一寡包括华语啦，我华语的诗内底，像李泰祥有一个诗叫做《菊炭》，后来是即个齐豫唱的，阮在内底。当然我担着萧泰然，担着冉天豪、甘尚仁，拢有担着。第二场呢是我的学校，音乐系，嘛是规场全部拢我的诗，谱做歌做曲，音乐系老师甲学生，第三场呢是差不多前阵9月22，叶青青叶青青来签画一个世界点睛落来的诗，向阳诗选创作音乐会，阮有真侪旧的甲新的歌，迄内底。今仔我就看到迄个歌上 YouTube 是偌得好啊！用我一首华语甲台语人做伙，叫做家己诗、咬舌诗，甲做曲，伫迄天唱出来，规场轰动。是安怎？因为迄个是大家爱用 rap 的方式，讲这是一个什么款的世界，一个什么款的世界，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年代，怎么样的一个年代，爱用迄款的方式。因为音乐系迄搁较复杂。我相信有一天会上 YouTube， 各位若有兴趣，拢摕来听看卖。好，我准备要做一个结束。今仔非常感谢各位，坚持伫遮。毋管你拄仔开始是5岁才入来，还是6岁才入来，总是我徛伫头前看你每一个人乖乖坐伫下面，有笑容，有应声，有应我的声。我唱歌你嘛对咧唱，我真感谢。因为要介绍台湾的语言，要介绍台湾的诗，特别困难。何况我遮做讲是用做歌，但是并无流行，并无流行。对各位来讲，这拢是新歌。若做讲40年前写的，嘛是新歌，因为恁捌听过。我嘛有一天，毋若是我家己的歌，毋若是我家己写的诗，还是台湾的诗人所写的作品，用客语也好，用华语、用台语、用原住民的语言也好，拢会当伫咱的社会内底有人来唱，拢变成做真重要咱家己的文化，这是上大的愿望。有诗就有歌，有歌诗才会长。诗的会寿，咱讲会寿要长会寿，你就要有人唱。一个唱就唱久，咱讲戏棚骹徛久的人会，唱久就是唱久的人会。真侪歌原来是民间，像我拄仔唱迄个西北风。西北雨的地落起来，伊袂吵我。我最后忽然间我想着，宜兰有一首歌，你看我安尼讲，大家拢会晓，要唱着，用这来做结束嘛，最好个。火车行到伊就阿麦路丢蛋，风空的水就丢蛋啊，伊就阿妹伊就丢啊，伊就滴落来，滴落来。真好，头前唱西北雨，后壁唱就，其实大家加音阶，嘿。嘿，我一只只好丢丢。我一下，好的。好累，老师。啉酒歌，天啊，不能放弃你，对吧？我这不是要要跟恁唱啊，今仔要结束，还有一寡较老热的感觉。